好来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来伫台湾伫趁钱的外籍移工，劳动部的统计超过70万人，对台湾的帮助是真大。但是因的劳动权益，甚至是基本人权，煞真少互关心。华视新闻接到基层员工的投诉，讲这外籍移工，若大家招做伙嘻嘻哈哈，伤过吵闹，互民众检举者，就会去互警方来列管后续。 毋但会造册来追踪，甚至阁会随机来查访，根本就是滥用公权力，严重来歧视外籍移工。自故乡来台湾做工课，不管是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，有70万位移工伫产业和社福拢担袂少台湾人的压力。不过因可能无想到做好家己应该做的代志，所以台湾公家机关私底下列管。 大声喧哗就要把他们列管哦，这样列管的方式有点像无限上纲。后续其实就是基层的派出所必须要去访查哦，他们基本上他们其实也是有人权的哦，有一点带有歧视的意味。华视新闻得到警察局开会资料，标题写外籍移工群聚的地点。 除了室外公园，阁有私人的小食店、联络处和移工宿舍拢互列管。像罗州分局讲的2个地点，记者实际走访，当地居民拢讲无看过移工出现，就算有看过，移工的行为嘛拢算真正常。对他们不公平，那你们不能整天都叫他在里面宿舍都上班睡觉吧？没有人权吧？其实那个要互相尊重啊，像聊天那一些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。离开故乡打拼，却受到无平等的对待，真侪移工真无奈，毋过敢若会使吞忍。 不过，若是伤差，会使考虑是安怎要列管和追踪。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共秩序，认知是有差距的，没有歧视问题啊，就是预防嘛。台湾社会把移工视为他者，可能抢台湾人的工作，或者是他们成为逃跑外劳等等的这些污名跟歧视。那警察今天会配合民众的检举这样做，那基本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下，对移工所造成的明显的歧视。 虽然是因为治安的问题，不过只要是人，就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问题。